主后2025年1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这时的查某囝，你通倒转去。圣经咱做来听读利未记22章第1节到33节。上主吩咐摩西，对阿伦甲伊的囝宣布，着谨慎处理以色列人分别做成归互我的祭物，才免亵渎我的圣名。我是上主。恁逐世代的子孙，若人身躯无清气，摸着以色列人分别做成归互上主的祭物，迄人就永远袂用得伫我的面前侍奉我。我是上主。阿伦的后代，若人得着麻风也是下潲，伫伊洁净以前，毋通食圣的祭物。若人摸着互尸体捌着诚侪无清气的物，还是摸着摄精的人，也是摸着特别无清气的活物，也是摸着任何会互伊无清气的人，所有摸着遮的人，直到以前拢是无清气。因若无洗身躯，就毋通食圣的祭物。到日落因才清气，然后通食祭物，因为这是因会食物。自然死的，也是互野兽拆理的，拢毋通食，因为这会互人无清气。我是上主。这些拢着遵守我的命令，才免因亵渎祭物犯罪来死。我是甲因分别做成的上主。一般人袂用得食圣的祭物，连祭司的人客也是请工，嘛袂用得食。毋过，祭司买来的奴隶，甲伫因兜出世的人，通食祭司的食物。祭司的查某囝，若嫁互祭司家族以外的以色列人，毋通食野悬献互上主圣的祭物。毋过，祭司的查某囝若酒馆也是离婚，无囝儿，搁倒来后头厝，就甲伊少年的时共款，通食因老爸的食物。总是一般的人毋通食圣的祭物。若人无注意食着圣的祭物，就照遐个祭物加1/5交互祭司。毋通随便互人食以色列人献互上主圣的祭物，才免因为亵渎圣的祭物得到犯罪。我是甲因分别做圣的上主。上主吩咐摩西，对阿伦甲伊的囝以及以色列众人宣布：以色列人还是寄居伫以色列人中间的外族人，若献烧烤祭互上主，无论出于下愿还是甘心献祭，着献无下族的牛犅、绵犅，还是山羊犅，才会互上主欢喜接纳。毋通献有下族的，因为这袂得到接纳。若人要甘心献祭，还是为着特别的事谢愿，献平安祭互上主，着选健康无下族的牛还是羊做祭物，才会得到接纳。所有青面、着伤、残废、皮肤变烂、生癣、生疮的动物，拢毋通伫祭坛顶用火烧献互上主。牛犅也是羊仔囝，若肢体有加有减，通做甘心献的祭；毋过，若做谢愿的祭，就袂得到接纳。动物的烂骨若受伤、綴喙、破裂，也是掩起来的，拢毋通献互上主。伫恁的土地，以上遮的事，恁拢毋通做。恁嘛毋通对外族人接受即款精生做献互恁的上帝的食物，因为因有缺陷、有下族，所以
未得到上主接纳。上主阁对摩西讲：牛、绵羊还是山羊出世了，通缀伊的母7日，第8日以后，就通用火烧做祭物献予上主，安尼才会得到接纳。无论牛还是羊，毋通共迄日杀母甲囝。献社分祭予上主，着照规例献祭物，通予伊接纳。祭物着伫献迄日食，连一丝仔都毋通留到过早起。我是上主。恁着切实遵行我的诫命，我是上主。毋通亵渎我的圣名，我要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受尊做圣。我是甲恁分别做圣的上主，捌带恁出埃及，成做恁的上帝。我是上主。祭司的查某囝，你通倒转去。利未记的主题是圣洁，内中讲到祭司和以色列人必须遵守的条例。祭司的主要角色是代表人民向上帝献祭。祭司爱徛踮上帝和人民之间，执行宗教仪式，因为安尼必须严格遵守上帝颁布的规例，通保持圣洁。不过，旧约中的律法条文只是会互人知罪，因为无人会当靠家己守全律法。所以，新约将望指向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，只有伊会当为咱赎罪，互咱甲上帝恢复和好的关系。祭司原本是圣洁的职分，可惜后来因甲保持圣洁变成表面的宗教规定，互一般人学得遵行。当上帝独生囝耶稣降世做人，伊甲天父的心意显明出来。耶稣甲旧约所有法律的真义总结，亲像利未记19章18节，着疼厝边亲像疼家己。简单讲，就是爱人如己。可见圣洁的律法和上帝疼是彼此相容的。利未记22章讲到，只有祭司家的人才通食神圣的祭物。祭司的查某囝若嫁予平民，就毋通食。但是祭司的查某囝若离婚转去后头厝，就通食老爸做祭司所守着的食物。即句经文透露，就算是祭司的查某囝，当拢时也可能因故互离婚。伫迄个时代，查某人若无喜悦伊的妇人人，只要硬心，差不多无任何理由，拢通离伊的某。当拢时的妇人人无社会地位，也真好靠家己独立生存。若无囡仔，搁互人离婚的妇人人，搁较显得见笑，甲无价值，差不多也无立足之地。总是伫利未记却出现即个条例，甲祭司的查某囝讲，对着即种状况的时，通倒转去后头厝，啉食、徛起，拢通得到照应。近年来，看到信徒离婚的事件逐渐增加，有的甚至是自细汉就伫教会长大优秀青年。拄当开始，我也真好接受，感慨世风日下，内心也气也疼。但是我嘛发现，家教严格、注重表现的基督徒，真好正做受迫离婚的查某囝的后援。有的会追究查某囝到底犯什么毋对，直到被离婚，是毋是无扮演好妇人人的角色，无达到贤妻良母的标准。有的抱持
去年的闹气代，莫讲较好的心态，直接甲伊讲莫转来后头厝，免得互亲友教会信徒看笑话。伫关怀代祷的过程中，我读到利未记22章13节即句经文的时，深受感动。开始学习接纳遐个离婚的查某囝倒去家己的后头厝。其实因转去后头厝了后，还有真长一段恢复之路爱行。伫这过程中，上无需要的是掠做家己圣洁，上需要是陪伴因，遵照耶稣的教导来疼人，亲像家己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捌受掠家己做圣洁的基督徒伤害？是毋是捌掠家己做圣洁伤害过别人？我是毋是捌受掠家己做圣洁的基督徒伤害？是毋是捌掠家己做圣洁伤害别人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赦免我捌无情论断遐个达未到标准的兄弟姊妹，伤害因的心，也求你帮助我原谅捌伤害我的人。求圣神用属天的疼灌压我，互我诚侪圣洁，会当疼人亲像家己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